讲到咱台湾的边境防治这非洲猪只已经7年啊，想袂到农业部伫今仔日宣布，这台中5车一间饲猪场出现着非洲猪只怀疑病例，这死去的猪仔是验出阳性的，饲猪场出的195只猪拢爱改灭掉，详细检验结果也搁爱等待。农业部也宣布讲，今中昼12点过后呢，全面禁止运送猪仔，也搁抬猪仔5天，也袂当用喷来饲猪。防疫人员全副武装，甲需要预防性补塞的195只猪仔吊挂上车，猪舍必须全面清空。这间伫台中5车饲猪场，本地是饲差不多300只，但是车閘出现死亡，受以研判是肺炎，替因投药治疗。所伫后端化剂检测的时阵，发现讲到20加起来已经是117只。动保处较紧伫20采样，过等工的尾阿嬷检验出是非洲猪瘟特性阳性。这是我们在我们台湾本土的猪只第一次检测到病毒核酸，那个厂已经清除了。第二个，全国的禁运禁宰5天；第三个，禁止厨余养猪。接下来的5天是非常关键的。风岛疫情扩散，农业部宣布全国禁运、禁抬5天，禁止用喷来饲猪。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规定，本土首发案例爱到病毒的分离才会当确诊。兽医所表示讲，确底嘛需要4天，较长爱21天。初步研判病毒拄有定做的现象，和越南的病毒真相同。相似度是比较像越南的第1跟第2型的重组株。专家强调讲，这病毒不是人畜共通的，对人无影响，但是对猪只的威胁真大，因为伊的病毒量真大，嘛会当存活真久。呼吁猪农千万莫惊吓乌白煮疫苗，即马国家确实做好消毒才生物安全的工作。感染到非洲猪瘟的猪只，它的血液1 cc 就有10的9次方的非洲猪瘟的活的病毒。血液如果在野外腐败之后，它可以活15个礼拜。疫苗是没有办法抵抗这个重组病毒的。另外，猪车采购无法度交易，农业部讲会甲冷冻猪肉提出来供应无问题。都有库存1个月的使用量，应该是可以足够供应目前的需求。目前技术按例场4公里啊3公里的猪仔场，一个停饲，一个是管制，拢无正常的死亡。防疫单位嘛针对捌出入按场的车来开始疫调。对即马开始台中市雄死亡的猪仔，敢若会当伫当地分化，袂当外送去其他的县市。针对出口猪肉，伫厘清疫情进程，农业部表示讲，即马敢若会自主处理，袂去出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